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元朗分行嘅利嘉閣 Cindy。喺我身後呢個咁遼闊開揚嘅錦田山景，今日要帶大家嚟參觀嘅就係喺新鴻基環境清幽而命名嘅 Park YOHO。我哋嚟到單位，實用面積721尺，屬於3房1套嘅間隔。門口側面係緊廚房嘅位置，擁有明火煮食以及3面嘅櫥櫃收納。客飯廳長5.6米，闊2.9米。飯廳位置足夠放下6人嘅餐桌，再直行就到露台嘅部分。景觀向北，遠望到深圳灣，近望都係錦田嘅山景。首先會有個儲物室嘅位置，可以方便擺放雜物。然後旁邊就係乾濕分離，而且帶有明廁嘅洗手間。再嚟2間客房同景觀都係同一方向，尺寸都係2米乘以2.2米。主人房嘅部分擁有套廁，帶有浴缸，旁邊設有衣櫃位以及通風窗，打開2邊窗戶可以做到空氣對流嘅效果。如果大家有興趣以上呢類型嘅單位，記得揾我利嘉閣 Cindy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